今日是2020年7月初7。咱今日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31篇，耶利米书28章10节到17节，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。咱今日要分享的主题是虚假。犹太教徒甲外邦基督徒到底有啥无共款？也就是讲，基督徒甲未信的人有啥物无共？礼拜日伫主日的信息内底，咱有提到内在的生命，牧师用无花果来做例。事实上，无花果是有花的，只不过是伊的花是开伫咧内面，外面看袂到。伊互真注重外表的人，因为看袂到花，所以就甲伊号名做无花果。即种看起来外表无怎样，被称作无花果的果子，却有伊真特别、真水，开伫内面的花蕊。咱后面来看这个图。对伫无花果的了解，会当帮助咱来了解基督徒的生命。今日罗马书第3章的经文第1节，保罗安尼问：照安尼来讲，犹太人有啥物所在赢过外邦人啊？甲咧有啥物价值啊？甲咧是内在生命，还是外表的礼仪？甲咧是信仰本质，还是文化本质？甲咧互人归入伫上帝，还是归入伫以色列族？真实的生命到底是啥物货？人怎样甲信实的上帝建立关系？接受甲咧就会使吗？事实上，犹太基督徒坚持外邦人必须爱接受甲咧是一种文化的束缚。因为伫接受甲咧的犹太教的礼仪、犹太人的文化，其实是甲救无关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8节提到，伊讲：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予世间，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人到安尼。因为上帝找人子、找囝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互世间对伊来得救。信伊的人无受审判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审判，因为因毋信上帝独生囝的名。伫即个内底，拢无提到甲咧。经文讲，一切相信伊的人，就会通得到永生永活，袂抵到伫灭亡，袂沉沦。所以保罗坚持因信称义，人无办法靠行为来称义。保罗论到这个犹太人，伊讲因背信，因人来虚假，上帝却犹原用信息照伊的应允、救恩的计划来实行，互世间人会当因为伊的恩典来得到救。敢若有外表的虚假，哈拿尼亚就是一个例。伊假上帝的启示。用白贼话甲以色列人讲话，互以色列人违逆上帝。安尼人伫上帝面头前虚假的人，是无法度得到永生的救恩，颠倒会失去伊的性命。礼仪无重要吗？当然毋是。听书无重要吗？嘛袂当安尼讲。教会法规无重要吗？搁较毋是安尼意思。但是如果这礼仪、听书、法规
变成做信用甲互人得救的阻碍，那安尼就有被检讨的需要。因为这物件拢甲救恩无关。如果这代志袂当来帮助人进入信仰，还是讲帮助人归正归主，却互人用外表的行为来做虚假的宗教生活，却毋是活伫迄个信仰的中间，那安尼就无法度得着救。虚假外在的宗教行为，毋是上帝所爱。耶稣基督甲咱讲，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。愿咱真正用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主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7月7号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1篇，耶利米书28章10节到17节，罗马书3章第1节到第8节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虚假。犹太人跟犹太教徒与外邦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同？或是说基督徒与未信者有什么不同？在礼拜天主日信息里面，我们提到了内在生命。牧师以无花果为例，事实上无花果是有花的，只不过是它的花是内开的，外面看不到。一向着重外表的人们，因为看不到花，就将它定名为无花果。但这个其貌不扬，被称为无花果的果子，却有着奇特、美丽、内开式的花朵。请看图片。对于无花果的了解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基督徒的生命。今天罗马书第3章的经文第1节，保罗这样问道：照这样说，犹太人有什么地方胜过外邦人呢？割礼又有什么价值呢？割礼是内在生命还是外表礼仪？割礼是信仰本质还是文化本质？割礼是让人家归入上帝还是归入以色列主？真实的生命到底是什么？人要如何与信实的上帝建立关系呢？接受割礼就可以吗？事实上，犹太基督徒坚持外邦人必须接受割礼是一种文化的束缚，因为在接受割礼是犹太教的礼仪，犹太人的文化，其实是跟救恩无关。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8节这样提到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在这个经文里面都没有提到割礼这件事。经文说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，不至灭亡。所以保罗非常坚持因信称义，人没有办法靠着行为称义。保罗论到了犹太人，他说他们背信，人人虚谎，却是上帝却仍然用信实来按照他的应许救恩的计划来实行，使世人能够因为他的恩典来得救。空有外表的虚谎，哈拿尼亚是一个例子。他假借上帝得到上帝的启示，却说谎给以色列人听。
使得以色列人违逆上帝。这样在上帝的面前虚谎的人是无法得到永生的救恩，反而要失去他们的生命。这样来说，礼仪不重要吗？当然不是。程序不重要吗？也不能这样说。教会法规不重要吗？更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但是如果这些礼仪、程序、法规变成信仰，或是使人得救的阻碍的时候，那么就必须被检讨、改进。因为这些东西事实上都与救恩无关。如果这些事情不能引人进入信仰，又不能帮助人归正，却只能使人在外表行为的虚谎来过一个宗教生活的时候，这个不是活在信仰之中，这样的情况是无法得救。虚谎的外表、宗教行为，不是上帝所爱。耶稣基督说，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愿我们都以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。